类似，怎么会跳舞？我不要这样而已啊！好，准备。 谢谢。我是请你完全闪光亮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刚才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眼睛有点受伤了。好，待会就在这里陪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拍拍照什么都可以啊。谢谢各位。